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8月26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丹妮。咱先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三點日豐台路線持續偏向北平，氣象署估計拜四透早會發布海上風台警報。高雄大水戶受災戶因50公分以上的，市府補助15000塊，加上中央補助的2萬，會當領35000。美國29個州各美卡設計演算法，讓囡仔算較調着，未少家長甲老師煩惱囡仔會過度使用網絡甲 AI。各位鄉親，今仔日咱先趕緊來關心風台的消息。三點日風台路線持續偏向北平，對台灣的影響較無遐大。氣象署估計拜四透早會發布海上風台警報。風台佇咧通過台灣北平海面的時陣，會引進西南風，所以中南部要是要注意，可能會上大雨。早起北台灣的日頭總算是出來了，天氣轉好。打進佇台北東北東600多公里海面頂懸的三點日風台，繼續往西南西方向向中國的浙江來行。氣象署表示，風台的路草向北來修正了後，未來會通過台灣的北部海面，上緊佇咧禮拜四的透早就會發布海上的風台警報。它的積極風暴風圈大概有可能會掃到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會掃到馬祖的陸地哦。所以接下來是有可能會發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會針對馬祖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氣象署講，風台佇咧接近的過程中，受到大氣也個海洋環境不利的影響，預計會豆豆減弱。不離個除了上瓦郡風台中心的馬祖地區愛特別注意以外，風台佇咧通過北部海面的時陣，大日來西南風會帶來雨水，會予中南部地區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南部地區會出現低延時的大水雨，這影響會一直到禮拜。通過以後，它南邊的水汽會被帶上來，那就很容易在西南部這裡會下雨。那在午後在這一種雨午後又會增強一點所以它是屬於小範圍的強對流。專家分析，目前台灣有關佇咧規大片的低壓帶當中，一直到後禮拜低壓帶當中的擾動，攏有機會閣發展做風台。不過對台灣的影響，就要閣繼續觀察。未來這一禮拜大氣的環境猶原無穩定，中晝過了後對流較旺，降雨的時間嘛有可能會較久。記者綜合報道。高雄26的雨總算是有較少，不過連續幾啊天雨安尼規通道，幾啊個所在因為路基流失，路全安尼崩去。目前包括高雄圖書館總館頭前的中華路，25暗時有公車的後壁鏈規個落落車路的坑內底，加在司機甲乘客是攏平安。也那仁武的北德路嘛有崩去，市府已經派人去處理。高雄圖書總館附近的中華路，25暗時8點外，公車瓦站，乘客打落車，公車雄雄閃一下，隨去一邊。司機甲乘客攏走落來看，發現後鏈已經落落坑內底，民眾趕緊報警。路要吊車來鬥救，公車順利脫困，車頂34位乘客嘛攏平安。落落去迄搭，水利橋先扛塑膠筍圍起來。天光了後，趕緊派怪手來處理。不一個共一個路段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又閣刷刷有2搭落落。里長講，自從附近做下水道，中華路都一直落坑，幫一屆補一屆，真正毋是辦法。這中華5路剛好講遮濟坑，毋是講落雨會產生呀，應該是內底是毋是閣有其他問題，還是工程上有啥物技術上的問題，要咱改善，會當解決這個問題，袂當挾阮的人命咧做試驗嘛。另外，仁武的北德路嘛，因為大雨路基流失，民眾講24早起發現有一坑，毋過愈換崩的範圍愈大，已經影響到人行道。里長趕緊通報水利局嘛，隨派人來查原因。初步了解，敢若是暗坑甲水管攏壁拱造成的，會先做搶修，避免閣繼續崩。來個人這款鐵柱就挑下啦，他驚講規個影響到規個厝攏影響啦，所以今日嘛今叫人水利局緊來把這處理也好安尼啦。先以這個填平這個相關的這個修補的這個工程立刻同步的來做進行，也務必在整個今天開始維持所有的主要幹道交通的一個通暢。高雄這場雨自頂禮拜6落到今，包括前鎮廣西路、中華路、仁武、南馬溪等等，較大台崩塌已經有6搭，民眾望會當全面順走，若無行佇路裡，真正心驚驚。那市長講會先做緊急搶修，以恢復交通順序為原則。記者柯家族由高雄場報道。高雄這一屆的大水雨，市府啟動災害專案的救助，針對受災戶因50公分以上的，市府補助15000塊。
加上中央補助2萬塊，安尼攏總有3萬5。也若厝內淹30公分以上的電器浸水，一戶是1萬塊。另外，市府增加淹水無甲50公分的工廠甲生理場所，一間會當加領1萬塊。高雄高山區高山山路甲明屯路交界所在，最高的水下袂離淹入去人家厝內底，寬度大概20公分。附近的居民就表示，大水雨加上對面軍事區域抽水到道路，水溝仔袂腐敗，嘛是造成淹水的原因之一。經過環保局甲水利局等等單位的緊急應變，積水已經退真濟啊。過來遮攏規排攏水，我下底規排攏嘛是水啊。落雨期間，有一寡住戶有裝閘水泵，省長的天度較輕。暗過附近有一間做月來中心，即擺地下室的停車場，予大水灌入去，水淹到要半的車身遐尼懸，有30台車浸水。日落透早，拖吊車已經小連鎖甲浸水的車拖離開。已經淹到一半了，淹到輪胎了，整個輪胎都淹了，才要叫。面對高雄落雨變災害，高雄市府啟動0822大水雨災害專案救助。若是徛個淹水有50公分以上，除了中央甲地方救助，攏總逐戶上懸3萬5。高雄市閣貼價，淹水無到50公分的，也是家電有浸水，逐戶會當領1萬慰助金。相關的申請救助，或者是其他的這個低利貸款的部分，我們會加速的來進行協助我們災民的這個重建。也若浸水車，只要是高雄市認定受災區內底轎車含大型重型奧多擺，上懸慰助2萬塊，奧多擺上懸2000塊。車主就要佇浸水迄個所在區域的區公所申請，申請的時間一直到9月30。記者綜合報道。離年底選舉剩無100天啊，這一屆有幾案的北大選，這個結果28就會出來。不過，這個時陣在野黨團煞是提出要修公投法，希望比較美國的公投，甲這項公投案攏印佇咧同一張。不過，中選會主委游盈隆今仔日是跳出來大聲發反對。一票多案，本會強烈反對，呼籲暫緩立法。面對年底9合一選舉剩無到100天，南北黨團提出公投法修正草案。拍算要將真濟案印佇咧同一張選票頂懸，即馬看到這個修法真有可能會通過，中選會趕緊開記者會，閣一屆向國會來發聲，強調美國嘅投票開票嘅作業，甲咱國無共，無法度照咧做，閣真有可能造成無效票大大來增加，甚至要安怎來輔助市長人數來投票，這需要閣研究。總共列出11大理由，希望會當暫停，啊，毋過國民黨團看起來無要接受。已經倒數不到100天了。這個時候去推出一個這樣的一個公投立法，到底是要幹什麼呢？真正該檢討的是中選會他們的一個我們整個開票的一個過程，他們的人員要怎麼訓練，教育訓練要怎麼做，還有包括很多相關的一個配套要怎麼來去執行。那也講袂使干那用技術的問題，就否決直接的民權。啊，若伫年底3個公投案敢攏會順利來北大選，中選會表示愛等立法下部委員會審議了後才會有結果。啊，若各地區的選委會會佇咧後禮拜開放候選人來登記。前民眾黨立委李金秀伫26雄雄宣布要來參選竹北市長，除了面對政黨內同志區新苑的競爭，嘛啟用這期剛符合中選會進前宣布的，需要交喪失中國籍的證明滿10天的這個登記資格的。我在這邊生活10幾年，我知道竹北哪些地方有問題，也會盡量就是我們內部來整合。我到時候會是竹北史上第一個竹北市女市長。不是黨員的話，我們的對黨員的約束力是不會再發生在他身上。那第二個，我個人是尊重每一個人他要參選的這個參政的這個權利。好，陸委會內政部對他的資格從政身為不分區立委的資格是有疑慮的。好，那現在他可以登記參選嗎？中選會主委游盈隆講，新竹的選委會會照規定來辦，只要地方的選委會認定就會使，除非有特別的狀況，中選會才會需要來介入。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主辦獎盃杯男子籃球比賽今仔結束，不過地主保障名額這條規則，煞是引起菲律賓的不滿。運動部長李勇早起講，希望這種國際性的邀請賽，唔通讓國際社會對咱失去信任。
那立法院今仔日原地排定逐條審查電競基本法的草案，因為大家意見無共識，決定另日再個審。種子杯男子組的比賽禮拜三結束，不過後續所有風波，因為咱國男球隊敢若摕到1勝，卻因為地主保障名額的賽制來晉級4強，引起菲律賓隊的質疑。強調首賽甲南韓拍輸了後，才接到通知，籃球協會雖望第一時間聲明道歉，佮說明原因。不過菲律賓也是感覺不滿。這幾天一直有在跟籃協溝通，就是在這次的賽制的更換，我想這部分的話，還是要請他們在這種國際性的這種邀請賽的話，不要失信於國際。那我們相信這個籃協後續一定會有一些精進的作為。運動部長李勇講，希望國際性的邀請賽，唔通佇國際間失去信用。等有較明確的信息，再個對外公布。而且立法院教委會早起才個排審電競基本法的草案，定數發言的時，條亞立委嘛有雖然的講法。台灣有優勢，有人才，但其實缺的就是法治環境跟政府的有效推動。所以每次都是從領先到落後啊。它有它的特殊性，那一些規章來涵蓋在電子競技是用不上的。我不支持立專法。我們希望你們對於電競場館認證的機制、電競人才的培育、電競場館建制的規範標準、國手的選訓，我們希望你們都要加強輔導跟推廣。利用中心，咱的立場無變，任何的運動項目來設專法攏無啥適合，希望佇現有的法規，也寫是行政命令來支持電競。每年就會當編3000萬來支持。預計舉辦這個高中以及大專的聯賽，後續學生運動員銜接選手的部分有一個階段性的培養。委員會意見無同，運動部無支持立專法，民進黨立委臨時提案，相關的草案全部保留定期審議。經過表決，立委4票贊成，那被立委3票反對，提案通過，無進入逐條審查，則個另外定期審議。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雲林麥寮鄉民代表會主席韓青山涉嫌長期用暴力的手段講收保護費，計共超過100萬，而且佫偷走稅超過3000萬。今麥雲林地檢署偵查終結，甲韓青山等26個人起訴，而且求刑20年。2014年7月，檢警偵辦麥寮鄉代表會主席韓青山強取保護費的案件，佇桃園機場帶回準備要出國的韓青山，迄陣檢方向法院申請羈押，法官裁定20萬交保。不過3月來，檢方查出韓青山佫牽涉真濟案件，包括恐嚇、漏稅3000多萬等等。檢察官審酌被告韓姓主席身為民意代表，不實以身作則守護地方、監督環境，竟組成暴力集團，橫行鄉里，更看準廢土業者不敢報案之心態，公然強索保護費，視法治於無物，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法治精神，建請就被告韓姓主席從重量處有期徒刑20年。檢方指出，這個暴力犯罪集團把當地土買的業者當作是領錢機。要求業者若進場囤土進前，攏要甲伊通報地點甲收料，大概時間就愛付3000到6000塊。若無配合，就要圍場砸車，阻擋施工。被害業者多達8家，自112年4月至8月期間，陸續交付財物，總計不法所得達112萬7000元。無奈啊！好，所以你就是會在法庭上捍衛自己的清白就對了。當然，因為有做跟沒做，麥寮人都知道。韓青山是法援王，表示檢方指控的內容無實，未來會佇法院捍衛家己的清白。不過檢方表示，韓青山除了暴力犯罪，也擱佇麥寮開設公司，以137張無實在發票當作進項的憑據。漏稅超過3000萬，經過偵查終結，對韓青山以組織犯罪、強制恐嚇等罪嫌求刑20冬，而且聲援姓張甲姓黃的查甫求刑15冬，村的人建請法院判重刑。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個10歲查某囡仔，因老母佇咧厝內做性交易。去年年底的時陣，這個查某囡仔哪想去互人客性暴力，而且唔係一擺。這個案件報案到呾已經經過240天啊，到呾煞還未安置。台北市府今仔日早起開記者會，而且提資料出來講，相關的單位累計去訪視甲聯絡已經超過700屆。佫強調講是囡仔無愛去安置機構。因為媽媽在旁邊看，她付錢。你印象中有幾次？很多次。
2年級就認識他。這個10歲被害查某囡仔講出家己使人心疼的狀況，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召開記者會指出，因為這個家庭的媽媽長期佇咧厝裡做性教育，這個10歲查某囡仔佇咧厝嘛疑似坐解受到性威脅。目前案件由司法偵辦，不過自去年12月29報案到當已經240天，也未完成安置。這個台北市府兒少保護是已經失靈。前幾個月我才跟社工說我想給孩子，因為我不想再跟媽媽住。你總共講了幾次？你跟社工說了幾次？你要安置，你要離開？都有4次以上。那4次他都沒有處理嗎？請即刻提出安置小女兒跟2女兒的計劃。第二個，啟動評估改判鑑定的監護權。不過，台北市府再去召開記者會，針對兒少保護案件進行說明，提出資料表示，相關單位累計訪視聯絡超過700屆，包括電話聯絡240屆、親身訪問196屆等。除了這個錄音檔是互人證過，嘛強調囡仔無願意互安置去結果。整個保護的安全計劃，所以從去年的12月30號到現在8月，這個所謂的猥褻事件從來沒有再發生過。在我們的專業工作準則裡面，第一，它未達到司法保護安置的一個程度；第二個，本身孩子也有強烈的表達，他不想到機構。我們單位以及跨領域的都在做相關的服務。從去年12月30號開始，我們有了714次的服務。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去年底知影這案了後，24點鐘就完成校案通報以及社情通報，而且嘛啟動個案學生的諮商輔導，嘛要求學校讓囡仔關心支持，甲追蹤後續的成效。記者綜合報道。台南安南區頂一粒爆炸事件，今仔日因為較好天，總算會當清理甲修復。這個事件造成12戶受損嚴重，也閣有要300戶受到牽連。社會局針對重災戶上濟分12萬的慰助金。不過，這個爆炸案件姓王的主嫌是已經逃走出國，災民也無地討賠，希望市府會當甲因鬥相共。落雨一禮拜總算出日頭，受災戶透早緊請人，先甲窗仔外口釘鐵片，暫時夾好，才閣重新裝窗仔。實際行去民眾的厝內，規個內面綠蒼蒼，塗骹閣嚴重碎玻璃，天棚總害去，嚴重漏水。即陣才要修紲，在地民眾有夠無奈，認為後續要修理，愛閣開一條沉重的費用。賠償未夠啦，愛用啊，無變。政府補償爾，伊個我賠袂到，阮規個攏有夠濟錢啊，攏毋知要哪舞啊。現場有設指揮所，安南區公所人員日嘛無休困，去每一間住戶發放受災救助補助單。那這陣爆災案件造成12戶徛家嚴重受損，邊仔受到牽連的徛家嘛有要300戶。我都估算啊，迄玻璃啦、碎膏膏啊、天花板啊咧。會順無到的啦，攏會陸續發現有一寡問題，閣無經費通去修理啊。申請書填好就可以直接在現場能夠受理哈。那一切都希望能夠提供災民最快速、最好的服務。追究這場爆災責任，姓鄭丁三共犯已經予法院裁定羈押禁見。不過姓王的主嫌煞走去越南，就驚到時討無賠償。受災戶毋望政府協助替因代為求償，甲財產假扣押。另外，這陣工務局已經派技師來鑑定厝的結果。社會局嘛針對重災戶核發相關12萬的緊急慰助金，行政期限到9月底，協助災民渡過難關。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這幾年教育部佇咧學校推動融合教育，鼓勵一般的學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課。不過，有民間團體講，教學的現場要欠相關的配套，所以需要教育部提供資源甲支持，才會當真正幫助有需要的學生。青高在台中有情緒障礙的學生，一時失控用掃帚攻擊老師，這款班級衝突引起關注。尤其特別開學啊，20人有民團開記者會，要求教育部在推行融合教育的時，應該愛予老師有更較儕資源甲支持，去面對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呼籲愛減少班級的人數，安排特殊教育的助理人員。酌減班級人數1到3人，這件代誌吼，伊個愛經過建輔會啊，
啊，建輔會老師的問題就是講，即馬伊送資料去建輔會，後壁伊就甲你講，你這無夠嚴重，你報告寫了無好，然後你申請就無過，你就無時數。基層教師面對了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家長會拒絕送醫診斷用藥鑑定，老師基於善意給予建議，反而被這個家長，而是老師反而變成家長投訴的對象。這幾年在學校推動融合教育，鼓勵一般學生甲特教學生做伙上課。不過教育現場欠缺配套，民團呼籲教育部要趕緊甲衛福部研議，建立各縣市青少年精神醫療教育的支持系統，會當參考台北榮總病院的日頭會學校，讓地師生佇病院哪接受治療哪上課。向日葵學院的主要是治療，老師啊，請特教的老師去病院教學生上課，這是上蓋好的啊。因為醫療器材無可能搬到學校啊，學校嘛無法度保管啊。但是老師會使去病院。針對融合教育的困境，兵團希望在保障少數特殊生受教權的時，嘛要兼顧多數普通生甲老師的安全。記者歸由基林旭凱台北報道。美國29個州聯合提告 Meta， 指控因超工設計演算法，讓囡仔算甲調著。也來咱國內有做問卷調查發現講，老師甲家長攏真煩惱囡仔會過度使用網絡甲 AI。AI 科技創新改變民眾的網絡行為，其中對囡仔甲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響甲幫助是受到關注。一份來自318位國校3年到國中3年學生家長的問卷調查發現，有超過50%的家長認為，未來 AI 時代囡仔上需要的能力包含同理心、理路甲行動力。也若希望學校安怎培養這個能力呢？超過60%的家長也是認為會當佇已經有的學科培養。也若希望加開專門課程，也是小甲主題課程的家長，敢若大約2成。也若上煩惱囡仔成長拄着的狀況，真儕家長關注的是人際關係，佮面對組家嘅心情的調整，也是失去學習的興趣。不過有1/3的家長煩惱上過挖課手機啊，也是 AI。班上自己有個孩子，就是他蠻常會用 AI 的回答，用平板去用 AI 去找答案。那我有發現他一個狀況，就是他現在會依賴 AI， 變成是他不願意跟同學去溝通、去討論。有一份針對全國11920位高中生所做的問卷調查發現，學生捌拄過有人用 AI 創同學的假相片，也是假影片來講爽笑，也是用 AI 做作業，互老師長輩發現紅罵。有人捌佇社群媒體互 AI 創的內容騙，也是面對 AI 回應，感覺無爽快。另外看到 AI 創的暴力，也是色情的內容，甚至同學的面膜啊，互 AI 創作色情圖片，也是影片，也攏是捌發生的狀況。可能小朋友他使用手機是因為他對於同儕的一個歸屬或者是壓力抒發，然後父母呢，他其實會限制他使用手機，是因為來自於擔憂。雖然家長真煩惱，不過調查也發現有逾80%的高中生無同意對16歲以下禁止使用社群，因為煩惱影響到甲朋友聯絡，也是感覺無聊無代誌做。做這項調查的之後，聯名建議家長加甲囡仔溝通，除了教囡仔會曉用 AI， 也要協助囡仔建立正確的 AI 倫理甲資訊判斷的能力，讓 AI 會當對學習甲創新有幫助，毋是來傷害家己，也是別人。記者綜合報道。東部這幾天嘛落大雨，天氣無穩定。不過有賞鯨船佇咧花蓮港的外海，看到上清澈的海豬跳出水面，有不少遊客就感覺真好奇。這海豬敢是因為氣候的變化當佇咧遷徙咧？不過花蓮漁會是講，較有可能是咧找食，或者是肉魚啊。規片烏麻麻衝出去海面，這就是人講的海豬粉漿鵝。因的特點就是身軀兩邊有一條烏線，喙短短啊，腹肚是粉紅色，也是白色的，永遠攏是規大點出現。哦，一大群，就是他們會跳起來，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比較年輕的，就是會一直跳起來，就是想跟人家玩這樣子。除了粉漿鵝，這陣啊，閣會當發現白肚仔甲灰熊鵝，和花蓮外海撈熱滾滾，業者就表示這是難得的記錄。福斯海豚一大群出現的時候，有可能是覓食，有可能是它在做移動。那他們家族是比較龐大的，它多的話甚至到10000隻都有可能。那我們一般來說在海上遇見它們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花蓮這2天雨是落袂煞，風影嘛無啥穩定，出海佚佗的遊客，原地叫
示看無啥物海豬，結果煞拄到這麼大陣。不過是毋是甲氣候、甲風海有關係？目前還無相關的研究。都市海豚上千隻的規模，能夠觀察到這樣的情形，也是相當的幸運。至於有些推測可能跟氣候異常或連日大雨有關，這部分因為是個案記錄不足，所以沒有辦法多做解釋。花蓮區議會是表示，海豬假規定出現，其實是因為最近花蓮外海有別人會拿魚，鬥陣找這個玉魚啊，本地就是海豬的習性，甲氣候較無關係。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台中港要屯海造地，不過環保團體是批評講，安尼會嚴重衝擊到生態，加速被海豬斷種。今日早起，環保團體去交通部抗議，指控講交通部進前講這屯海的地點唔免環評，根本是咧講白賊。手舉標語，炸北海地道區，環保團體代表再次來到交通部門卡口演行動腳，指出在台中港洄遊的北海豬，擱在面對生存危機，要求隨停止台中港南屯風區當日進行的屯海造地工程，也認為交通部講這範圍在保範內，無需要環評是白賊話。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事實上，這塊區域是一片開放水域、開放海域，指鹿為馬，睜眼說瞎話。環保團體不滿，南沙土要吞回來，9月開始會收中部五縣市營建村的土方，北海地活動範圍會減少90公頃。環保團體指出，15年前反國光石化運動的時，北海地剩74隻，即馬剩大約50隻，減1/3，屯海會嚴重衝擊到生存。他們的壓力會增加，然後這些壓力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降低他們游泳的速度跟覓食的效率，會增加他們被船舶撞擊的風險。只是眼睜睜看着他們消失而已。交通部派人接定證書，也表示確實有回函予環境部，南屯風區佇港區內，原來敢要環評該研究。在會同那個港公司跟環境部，在就今天那個協會的這些訴求的部分，在依法審慎研議啊。抗議代表有2個是15年前反國光石化運動當中，擱佇阿母的腹肚底，即馬已經大漢變做青少年，看到北海豬有關的減少，因擱再徛出來，也寫4大共生承諾書，呼籲交通部長陳世凱隨停工，守護生態環境。這屆是唔通擱講北海豬家己的活。愛活的應該是人類。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國際消息，美國甲加拿大貿易戰即馬有上新的發展。加拿大宣布為9月初8開始，會對美國實施報復性的關稅，差不多700項美國商品上當會扣到50%。面對加拿大的反擊，美國總統川普是反倒轉來嗆講，考慮要甲美國甲加拿大各界的安大略湖改名改做美國湖。加拿大財政部長甲工業部長做伙去視察工廠，嘛開記者會，宣布對美國展開對等的報復。這場貿易戰的拍起來，就是因為美國總統川普頂日啊對加拿大實施高達50%的關稅，和加拿大政府決定要來報復。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波的報復清單包括大約700項美國的產品，受影響的產業包括鋼鐵、阿魯米產品、家電，也有零製品等等。加拿大政府當時嘛宣布，會撥75億加幣的資金協助受影響的本土企業，也有勞工。那美國總統川普是佇咧社群平台頂懸放刁，講要來大大來減少甲安大略省的業務往來，甚至考慮甲美國甲加拿大邊界安大略湖改做是美國湖。啊，毋過有安大略嘅民眾是認為講無需要安尼啦。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Great Lakes. Period. We've navigated the,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川普即馬發聲要改名，加拿大的民眾大部分攏真無奈。那工業部長是強調會來做反擊。美國甲加拿大朋友做遮久，即馬貿易的溫溫軟軟，說是愈來愈大。雙方的談判甲對峙，定着會互北美的經濟發展一支搖百葉東。公視新聞鄭偉林朋友。繼續咱來看美國鄉村音樂的創作歌手托尼·巴頓。
伊的親人2月宣布，伊已經佇咧田納西州別世消息。托尼巴頓捌摕到11座格萊美獎，而且伊寫的歌差不多有3000條。上較出名的其中一條是佇咧1974年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伊嘛是原唱。後來Whitney Houston翻唱了後，才做全球傳奇的金曲。伊別世消息出來，真濟歌迷是攏感覺真唔甘。那美國總統川普甲奧托講伊是歷史上上屆偉大的鄉村歌手之一，而且嘛宣布全國降半旗1禮拜。托尼巴頓好聽的歌聲，唱出伊鄉村歌曲的代表作品。歌詞也想要抗議金髮的查某人就是戇呆的偏見。馬甲的體格、蓬蓬的金頭毛，佮穿真下水的衫是伊招牌的舞台造型。伊創作的歌曲也常常傳達女性追求獨立甲自我期待的想法。佇田納西州真善家的家庭出世的托尼巴頓，6歲就寫人生的第一首歌。伊做歌手超過60年，創作的歌曲大約有3000首，曲盤賣超過1億張。伊捌得到格萊美獎12屆，其中也有終身成就獎。That all these young women and all these young stars say that I've inspired them, it makes me feel real good. Makes me feel like I migh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along the way. 托尼巴頓佇70年代用《Jolene》甲《I Will Always Love You》等等的歌曲，佇鄉村音樂界真唱閣佔重要的地位。也拿80年代，伊頭一個演電影《9 to 5》，互伊進入好萊塢的主流市場。這出甲丁宏達抑閣莉莉·湯林主演的電影，就像咧講3位查某員工反抗壞爸爸的查甫主管。後來托尼巴頓閣甲電影改做是 Broadway 音樂劇，作品也得到4項當年獎的提名。It's amazing to me that it's 25 years old and how long it's lasted, and the fact that it had a good message then, it has a good message now. 除了做藝人，托尼巴頓也有別項事業，而且閣做真濟善事。伊佇家鄉田納西州打造主題樂園，道理5條是當地真受歡迎的觀光景點。伊辦想象圖書館的計劃，免費送400萬本冊予囡仔。這個行為也互政治界對伊真懊惱。即馬伊過身去，也引發歌迷哀悼。加州好萊塢的星光大道，伊前行的拍日頭前遙控花箍仔，歌迷甲媒體攏來支持。I think individually I'm heartbroken, but I think collectively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way. 平常時罕佇講政治的托尼巴頓，遐捌的成就，抑閣有伊對社會做的善事，互美國政治界跨黨派的人攏真懊惱。美國總統川普發文表示，托尼巴頓過身去是400萬人的損失，也宣布全國降半旗1禮拜。民主黨前副總統賀錦麗講，伊是真正的美國愛豆。前總統克林頓也懊惱伊是出眾的作詞作曲者甲表演者。國視新聞張淑芬編譯。繼續換轉來咱國內，今年7月份的氣溫是真懸，而且加上白蟲害影響南投卡白筍的收成，毋但品質歹，損失嘛真正力。有立委甲農改場的專家去現場勘查，希望中央會當甲農民補助，減少損失。對，所以你這種啊切掉嘛，切掉你賣就剩這陣爾。今年7月溫度真懸，常常超過30度，嘛去影響到卡白筍的生長，品質變甲真歹。農民講卡白筍生入水下溫度18到25度是屬適當的，結果天氣傷熱，加上白蟲害，影響到收成，損失真重。一般來講，一分地，那我啲收入攏差不多伫咧10萬嘛。我點解真少？因為我即期的筍啊掛好摕去賣。我才領3萬幾塊，伊都過袂水啊，生袂出來啊。吧？安怎講？就病蟲害，真嚴重。有迄大大的葉啊，係啊，迄就是就病。為着替農民爭取補助，立委馬文君和農業部台中的農改場的專家拜三早起專工來勘查。茭白筍適合生長18到25度，所以它24、25還在合理範圍。過去茭白筍常年來其實沒有爭取過相關的補助，可是今年看到這麼多的那個損害，我們
大概主要的目的是說，這一次可以怎麼樣協助農民？專家講，埔里雖然有30度的高溫，不過水下溫度是125度，會把相關的資料早轉去研究。立委表示，望中央政府看中這屆咖啡筍的農筍，給農民一寡幫贊。看到規片的咖啡筍田攏黃去，農民望會當趕緊摕到政府的善意的回應，摕到補助，減少損失。記者顏秀蘭報道。咱那屏東的東流線因為落大雨，這3天半是攏停駛。趁今仔日較好天，業者早起是趕緊載物資甲載旅客。另外，這大水雨嘛造成屏東的農損估計是超過918萬。官府講會加速農損的補助申請的程序，甲農民鬥3天。船一靠岸，業者就趕緊甲要運到小琉球的物資捆到船仔頂。屏東連續大水雨，東流線停駛3天半，足濟旅客和當地居民過6天無法度往回，島上物資嘛要搭底。船運業者就趁天氣較穩定緊載，不過2、6船班只有駛到中晝。雖然風險無大，但是為了安全，船班嘛是照計劃下晡停駛，暗算27恢復正常。星期1啊。結果呢？結果今天才回來，早上要趕快啊，到11點而已啊。也是因為那個連續都下雨停船。對，沒辦法回去啊。小琉球那邊都沒有菜了，物資真的很缺乏，因為有遊客很多啊，還有在那個呢打工換宿的啊。現在外面的風浪大約維持在1.4、1.3公尺左右，那風力呢3級以下這樣的風力開2班輸運旅客回來了，2班都是客滿。這屆南部地區做水災，地區大量菜色水果害了。根據農業部到25下晡5點統計，屏東縣農損大約918萬。屏東苦瓜佔全台灣總產量的1/3，受大雨嚴重影響。南州鄉種苦瓜農民表示，雨無停，苦瓜授粉就無完全。苦瓜若出現水傷，雨一停，苦瓜落下來塗骹爛果就收無。授粉就不完全，花就不下來。我們這面積有多大？我們這邊有6甲，那這樣子大概損失多少？大概是50萬那邊啦。班長講，苦瓜1年兩收，6月底迄屆大雨已經損失嚴重，才拄啊定情，就去斷掉飲水。屏東縣府表示，後續農損的補助，希望鄉鎮公所加緊腳步，使用 APP 甲網絡，避免無必要的行政程序，協助農民復原。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咱那台東今仔日嘛算好天，不過有袂少所在水是還袂退，親像台東森林公園的步道，迄塊泥啊還佇咧淹水。縣府考慮安全，先暫時甲封起來。台東市森林公園的木枋橋是對海濱公園進入美白湖上近的路線。不過，即馬這條人行步道，佇這幾天中大水淹起來路面，縣府考慮到遊客甲民眾的安全，目前暫時甲小鳥亭到木枋橋的步道路段封起來。不過，因為淹水的面積大約有1分地很大，拄好又閣種綠雨傘，看起來親像台東版的水遊森林。木棧橋的這邊的區域會有一點積水還沒有退，那也請那個遊客經過這邊的時候，就是繞道。日日台東天氣轉好，佇森林公園淹水區，甲附近的海濱公園，攏發現上萬隻田鴨佇天頂飛，閣不時成雙成對佇水面點水。專家講，這是會遷徙的捕食田鴨，這個季節拄好是繁殖期，飛到台東又閣等到大面積的積水，吸引人來遮生卵。正值它的這個聚集繁殖的一個季節，所以說它就利用這樣一個時間，到這個戶外來，做一個聚集交配，甚至說這個產卵。專家表示，若出現大量的田鴨，就代表水質健康是好現象，而且所落來天氣嘛是無穩定。縣府表示會繼續監測森林公園步道淹水的狀況，水若較退就會開放通行。記者綜合報道。在中原普渡的前2天，也就是舊曆的7月13，新竹城隍廟攏會有暗訪夜巡，由城隍爺的大公主甲二公主輪流做夜巡的任務。今年是輪到二公主，拜日暗時先將搶牙火把帶來行過新竹的街頭巷尾。有學者講，這毋但有求平安的意思，嘛算是佇咧城隍爺出巡進前先來探路。暗訪夜巡是在地真有意義的特色，嘛延續新竹100年來傳統的文化。向城隍爺報告以後，夜巡就正式開始。
但年中元前2天，舊曆7月13暗時，新竹城隍廟攏安搭傳統科儀暗放夜巡，參加民眾手舉火把，經過新竹街頭巷尾，除了有求平安的意思，也算是咧城隍爺正式出巡以前，成為伊探路。這個活動真有意義，我剛剛來會使好心民保庇，還蠻有意義的，因為7月嘛，總是慈悲月，然後普渡月，然後想說出來也許安訪一下，然後讓地方更平靜一點，很特別啊，想來感受一下。而且好像只有新竹有這個活動吧。有文書學者指出，暗放夜巡主要就是為着要替受冤枉的好兄弟伸冤，但是攏是由城隍爺2位公主輪流出巡，今年輪到2公主。學者表示，這是新竹真有代表性意義的宗教文化。伊的任務是較特殊哈，特殊就講，伊嘛是用迄個城隍爺的慈悲心嘛，要知影講，地方是毋是有一寡即個老公好兄弟，伊受着什麼冤枉啦、冤屈啦，無法度即個伸張啦，吼啊，所以攏佇即個即個正日吼。邀請以前辦理這個夜巡的活動，吼，這是代表咱這個新竹的民俗的特色，所以呢，咱一定要好好保存這個珍貴的這個文化資產。大公主甲2公主因都輪流帶退小公出去暗訪。信眾手舉火把，現場看起來是真壯觀，火光甲規個新竹市的暗暝照甲光熢熢，也有這項傳統民俗文化完整保留佇台灣這塊土地。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有民眾發現講，這彰化市的向陽停車場草也是愈發愈旺，唔但影響停車，嘛有驚會有蛇尾佇內底，因去甲鄉公所反映，這承辦人竟然是講，舊曆7月份有禁期，袂使掛草啊。這個言論佇咧網絡頂引起討論，公所拜三出面駁回講，這有可能是個人的信仰，目前已經派廠商去甲草啊掛咧。來到停車場要停車，但是邊仔這排停車格塗骹草仔發甲真懸，根本看無格仔線佇底。有民眾發現彰化市的向陽停車場草仔生甲真懸，毋但停車無方便，嘛驚即馬熱人會尾蛇，也是生蠓蟲。但是甲市公所反映，承辦人員竟然硬講，即陣舊曆7月有禁期，袂當撲草仔。回應佇網絡引起討論，有民眾表示毋捌聽過這款講法。而家7月時啊，袂使出草。我從沒聽過這個問題。其實我之前車停在這裡啊，然後這草其實很高，這些其實是我用輪胎壓過的，當然是蠻瞎的。如果你農曆7月不能除草，那你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啊。市公所拜三出面駁回，表示因攏有定時安排廠商撲草仔，不過可能是這陣仔連續落雨，地書草仔發真緊，已經趕緊叫人來拍草。針對公所人員的回應，市公所表示這可能是個人信用的關係。因為這2個禮拜來連續的下雨。一下雨之後草又長得特別快，那無所謂的軌跡不能打掃，沒有這種事情。這個職員的回應相當的，我覺得是非常的不當，我們要適當的處分，應該要及時有人反映就應該及時來除草。市公所表示已經派人來拍草，針對公所的公共服務嘛檢討，後手會要求公所人員，若接到民眾反映問題，就要隨處理，這會維護公共環境甲衛生。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來看桃園中壢的媽祖新村，才是保存眷村文化真重要的所在。不過，市府按算要佇咧遮起市民活動中心，是引起真濟居民的反彈，因為驚會破壞這眷村的景觀。佇咧3天內緊急人數有超過400份，希望要求市府重新評估。這土家厝有紅色的磚仔，閣有烏色的厝瓦，看起來是真古早款。這是中壢的媽祖新村，是全台灣保留上界完整的貫穿文化園區之一，予人號做是將軍村。加上邊有公園綠地，這景地看起來真正是真水。原來活動中心就在這個樹的後面，他現在要給我們居民蓋的是這邊空地的活動中心，他要把這邊的圍牆還有這邊的樹木全部要砍伐。本地媽祖新村的活動中心變做是光影電影館，即馬市府閣規劃佇咧公園的綠地，也閣有停車場的空地啊，要來去中壢市民活動中心，互地方居民是足反彈。在短短的3天內，我們收到聯署書436份造冊的部分，那陸陸續續後面這幾天呢，我們也達到了450份。我們應該先盤點現有空間做整合運用，再來考慮新的建設。反對的鄉親認為，這公園是附近的居民散步的所在，毋是囥咧偏遠的土地。
在這個綠地來去活動中心會破壞貫穿的景地，也有公共空間，要求市府愛去找其他的土地，也有按實際需求重新來評估。這一案呢，在這個歷經了2次的文資專案小組審查，最終在今年的3月份經文資的審議會審議通過。文化局表示，兩地市民活動中心的基地，佇咧馬祖新村歷史建築的土地範圍內底，原本是婦聯會公園，也有3棟的建物，早期是提供婦女職能訓練來使用。市府規劃要來起新的活動中心，建築甲步道是甲當當時的歷史空間有4天，所以來會閣繼續甲地方的居民來做溝通。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宜蘭圓山的大湖風景特定區，這本地是私人租土地咧經營。後來改做是宜蘭縣府接手來開發，縣府投入要1億起觀光建設，按算9月底就會來開放。到時開放了後，除了會當看風景，嘛會當進行水域的活動。工作人員整理圓山鄉大湖風景區的環境，在1983年劃設做是縣轄的風景區。不過過去因為私人地主租土地經營，號做大湖遊樂區。遊樂區的空棒猶閣踩佇咧風景區的入口。2013年，水利會徛佇咧甲湖開予民眾來使用的立場，決定甲這個所在無要繼續租予私人地主來經營。雙方因為安尼來提告，得定幾若冬，2020年才解決。和縣政府來接觸開發，地方上大家也是很期待說可以趕快盡速來開放。原本就是一個灌溉的，是啊，只是說最近這樣一些改變了，希望讓這個大湖風景區能夠比以前更好。不過縣政府最近這幾檔小林山投入4期的工程，要挖上億的經費開發。投入管理中心、林湖步道等等的工程，不過卻面臨停車空間無夠、管理職權爭議等等的問題。因為地方直直愛園區趕緊開放，上尾和圓山鄉公所協調了後，決定園區由縣政府來管理，而且投入第5期停車場的建設工程，預計8月完工，9月底就會讓開放。我們預計應該是在月底會來完工。那我們也整個針對這個大湖風景區的部分，我們也預計在9月底會來整個開放。宜蘭縣代理縣長林茂勝2日嘛到大湖風景區視察相關的工程，伊希望園區開放了後，會當推動地方的經濟發展。縣政府嘛表示，園區煞尾會冇人來經營，內容包含賣店、市集，還有水域佚佗活動，希望借民間的力量，把園區活化。冇人按28就會決標，預計在月底就開放園區的進度。依照現在水域遊憩管理辦法，我們沒有公告限制禁止的話，原則上水域就是開放。宜蘭縣有湖的風景區是真濟，包含大溪龍潭湖、東山鄉梅花湖，不過攏無開放予民間自由進行水域佚佗的活動。大湖風景區敢會開放咧？縣政府就表示，大湖會變作是縣內頭一個園區開放水域佚佗活動的風景區。記者綜合報道。為了預防秋冬流感甲新冠疫情佫加懸，疾管署宣布今年為10月初1開始注疫苗，會分2階段來注射。今年流感疫苗採購的量頭一屆超過700萬筒，其中包括20萬筒是免疫加強型的疫苗，要優先予長照甲安養機構的老大人優先來注射。診所等要看病，區域是一大堆病人，因為國內新冠疫情即馬共款是佇個高原期，流感嘛要來到流行期啊。根據疾管署的監測，頂禮拜流感新增加64例併發重症和15例死亡，新冠疫情是增加59例重症和19例死亡。單週還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數19個人，單週的話算是新高的。新冠的高原期，我們預估的話，至少還會在1-2個禮拜以上。因為後禮拜各級的學校都要開學啊，學校內面人際交流真濟，可會增加呼吸道病傳播的風險。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費的流感和新冠疫苗會對10月初1開始分2階段開始注。第一階段除了本地公費的對象，佫新增加公衛師、托嬰中心的督工和行政人員等等。11月初2開始第2階段開放50歲到64歲無高風險慢性病大人來注，而且為了要鼓勵國人慣視預防保健，注疫苗會結合10月上路的健康幣，只要注疫苗就當趁健康幣換健康禮。
打這個公費或自費的流感、新冠還有肺炎的疫苗呢，都會自動賺到健康幣，後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去兌換這個健康好禮。疾管署強調，今年公費3價流感疫苗，攏總採購705萬150劑，是創歷史新高。內面是包括第一擺採購的免疫加強型疫苗20萬劑，會大聲提供予長照中心和安養機構65歲以上的老大人公費來做。另外，新冠疫苗嘛會全面升級做新世代的疫苗，疫苗都會改做 XFG， 攏總採購240萬劑，包括莫德納220萬劑和 Novavax 20萬劑，提供民眾會當做無共制定的疫苗。記者綜合報道。為着宣傳老人福利的政策，新北市社會局推出網絡的節目，這是一個由時代做主角的實境節目，叫做高年級超進化。節目內底會宣傳新北市老人的福利政策，嘛教社會人安怎用敬老卡4價算透透。誰說老人只能待在家？誰說只能等待老化？不怕不怕，關注我們，沒有老化，只有進化。高年級超進化，這是一個在網絡播出的節目，由新北市社會局出品，希望透過節目打破社會對社會人的刻板印象，將時代用敬老卡在新北市算透透，去美術館看展覽，去萬里金山哪騎車哪看海，讓吃老的生活好耍個趣味。這我們以前都沒有玩過的，然後你就很新奇，然後就讓自己很開心。哎呀，好棒！我們可以回到年輕的時候。因為他們是可以增加那個市民的一個凝聚力，那也可以降低一般的他們在老年之後的一個所謂的焦慮跟那個憂慮的一個情況。新北市政府表示，新北65歲以上的時段有827000多人專台上濟，因也會在節目內底宣傳新北市老人福利的政策。親像對今年7月開始，新北市敬老卡6個月有600點，各個時段賣住佇厝內，會當摕敬老卡給出門行打。從7月份就升級了600點，那這600點升級以後，我們就開始規劃，如何讓長輩一卡在手，說走就走。第一個可以讓你促進的學習，第二個參加社會的任何參與，最後就是一個鼓勵出來走走，出來玩一玩。新北市政府講，敬老卡會當坐公車、坐捷運、騎 U-bike， 也會當坐計程車。提敬老卡也通去運動中心、美術館、圖書館，希望時段在退休了後，繼續交朋友、開眼界，活出健康、更自信的精彩人生。記者紀桂玲新北報道。這回來想要保持健康，運動是真好的方法。在意大利有退休的舞蹈老師，招社會人做伙來跳舞，而且嘛鼓勵大家有機會都要盡量活動筋骨，嘛較袂退化。第節奏音樂腳步整齊，在課場上鬥陣跳舞，這是意大利的羅馬。這兩個有會跳舞的人內底，帕斯夸勒阿公今年已經70歲啊，是退休的舞蹈老師。伊佇跳舞課內底熟悉學生，就是今年79歲的艾麗莎阿嬤。兩個人攏真愛出門活動，有時每一擺到熱天的時陣，因就來到課場上，真歡喜鬥陣來跳舞。Posso essere padre, posso essere nonno di questi e vedere un proprio padre, un proprio nonno che si muove e che non sta magari buttato dentro casa è una cosa bella. Ho il desiderio e mi piace molto ballare, di conseguenza io non sto mai ferma. 因為兩個人跳舞的目的真單純，只是享受跳舞，振動身體快樂。因跳舞的情形，互幾路人翕來，放佇網絡頂面，真儕人攏團咧看。毋但有羅馬市長調工，老話甲因學老，也有電視台邀請因去上節目錄影。兩個人講，希望因的舞蹈會使鼓勵其他有會人有機會就站起來，振動一下身體。Now I carry my suitcase, I carry my luggage, bag. I do everything on my own. I used to get my son and my husband to carry my bag. Now I do. 也佇新加坡，上款也有人推廣專屬老大人的跑酷運動。參加的人無需要佇大樓中間4個飛天遁地700公園的娛樂器材來練習就會使啊。有真儕參加的人攏講，身體機能有改善真多。不少研究攏講，有會人若是來跳舞，也是做跑酷這類活動筋骨的活動，唔但使預防筋脈流失，也會使刺激大腦，延慢失智。雖然真儕國家的平均年齡是繼續升懸，老大人會使參加的活動也愈來愈多咯。公視新聞由派順編譯。
下晡報天氣寫款，隨來報你知。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中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南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3度。東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8度至31度。還有這3日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